大家好，我是庄清记。今日陪老大家聊聊客家老人工智慧界不变。人工智慧做得付出客家人建立青春界语言环境，本大家都做得比方便学习客话，每本客话做得本常见。今日界科技，小组界客家。今日界科技，小组界客家。科技老客话情关田界3項技術係機器翻譯、語音夾生、語音辨識。用科技建立體別譜係透過機器翻譯來建立翻譯轉客話。客話轉翻譯界文字翻譯系統。本客話有3番今後，做得方便人中意用客話，並係客地表示界查詢日常生活地化界定用，甚至係付出專業界客話寫。有效率地將角色翻譯文章翻譯成以客話寫界文章，同時未做得付出客話詩詞創作，將大客語文字寫界文獻。前當要見界日式係做得將限得本民眾所用界客家特色詞語、鑼鼓語言、客家言語加入客話翻譯系統界語料庫自動。本語也都促進本客家人探望界特特用詞未做得透過翻譯系統慢慢重新轉到日常生活自動。同時，未來將日式新型用語加入到語料庫自動。本後3年未做得在日常生活中方便地用客話，冬至才不來講客話界時節小創3秋段，調轉到用法語來溝通。現代人接上用社群媒體，更是要用文字來溝通，因此透過語音翻譯系統，做得付出現代人才描錄時代中港字做得變現客家族群界特徵。本客家必須貌似隨體本看見。